丈娘，这是你将再次起飞的地方，加油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顾。 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那就好。大厦物业已经联系我们了，后续如果还有什么事，应该还会再联系你。是要我赔偿吗？应该是他们赔偿你才对，是大厦物业失职，没有检查好安全隐患。哦，那就好，没关系，都是小事情，大家都不容易嘛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呢是给顾总招助理。看你的简历，耶，你会开车啊？那很好，very good。是的，我之前很多工作都是服务行业，所以自然在服务行业中有一些心得可以在实践中验证。我不需要助理啊。其实我特长很多的，我吃苦耐劳，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就可以精神一整天，而且我从来不怎么生病，痛觉迟钝，小伤小痛从来不当一回事，不会因为生病受伤之类的事情耽误工作。就算我需要助理，那也应该是建筑设计师助理。我是学建筑设计的，虽然我没有毕业，但是有基础知识，还在自学中。还没毕业啊？那你好好学习，毕了业再说。我会加倍努力的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苏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问题。没事儿，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我不知道你还在上学。其实我算辍学，我想赚够钱再回去读大学。那我不打扰了。